歡迎收看2026年4月20日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美軍海軍響阿曼灣扣咗一艘掛住伊朗旗嘅貨船，因為佢哋響荷莫茲海峽附近忽略咗停低嘅命令。特朗普總統話有艘導彈驅逐艦響隻船嘅機房炸穿咗個窿。美國海軍陸戰隊就上咗船接管咗隻叫做 Tosca 嘅船。今次事件令美國同伊朗之間本嚟已經好脆弱嘅停火談判產生疑問，因為停火期限聽日就到期，伊朗到依家都未確認會唔會出席響巴基斯坦舉行嘅第二輪談判，局勢升級引發咗大家擔心，全球能源危機會進一步惡化，因為荷莫茲海峽處理緊全球石油運輸大概1/5，一間法國航運公司確認佢哋其中一艘船響同一個地方亦都被鳴槍警告。8名兒童喺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嘅大規模槍擊案中喪生，當局形容呢單係一宗家庭暴力事件，受害者年齡由18個月至14歲不等，涉案槍手喺飛車追逐中被警員擊斃，佢係部分兒童嘅親屬。2名女子頭部中槍，但大難不死。第3名人士就喺跳窗逃走時受傷。槍擊事件涉及杉林區多個地點，至少4個現場。什里夫波特市長形容呢單事件可能係該市近期最嚴重嘅悲劇。呢單槍擊案係美國2年嚟最致命嘅大規模槍擊。調查人員現時正設法重組事件經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全球經濟響起警號。基金組織喺最新嘅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入面，將2026年嘅增長預測下調至 3.1%， 較去年嘅 3.4% 有所回落。修訂後嘅展望直指中東衝突引發嘅地緣政治緊張升級係主要成因。基金組織官員形容現時經濟環境脆弱，面對持續壓力，前景極為不明朗。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嘅軍費開支持續飆升，而人工智能帶嚟嘅生產力提升步伐太慢，根本無法抵消能源同地緣政治方面嘅衝擊。基金組織警告，新興市場同靠近衝突地區嘅國家，正係今次經濟放緩嘅最大受害者。而家我哋嚟睇下本地新聞。2名潛水員喺昆士蘭海岸遇難，經過一場驚險嘅遭遇之後，今日正在康復。佢哋喺風浪好大嘅水面漂流咗超過20個鐘，先至被人救起。佢哋原本嘅潛水地點向南面大約25公里嗰度被發現，因為被強勁嘅海流沖走咗。搜索及救援人員展開咗大規模嘅搜救行動，害許嗰2個失蹤咗嘅潛水員。當佢哋俾人發現嗰陣，2個人都處於驚慌但清醒嘅狀態。佢哋喺被送去上岸之前，已經接受咗體溫過低同輕微低溫症嘅治療。有關方面提醒所有潛水人士，要事先 check 清楚環境狀況，仲要時刻帶齊安全裝備。嗰2個潛水員嘅身份暫時未向外公布。黃金海岸一個被譽為傑作的住宅項目，勇奪2026年澳洲建房協會年度最佳住宅大獎。這個名為 Cloudbreak 嘅麗業坐落於懸崖邊，共分5層，設計大膽創新，評審對其讚不絕口。屋內設有地庫影院、天台、露台，配備泳池同停機坪，亦採用了醒目的玻璃地板設計，將壯麗的海岸景觀盡收眼底。評審特別讚揚這個住宅與懸崖環境融為一體，充分展現奢華生活嘅品味。今屆頒獎禮喺黃金海岸舉行，令外界再一次關注昆士蘭嘅建築水平。業界人士就認為 Cloudbreak 為澳洲住宅設計訂立咗新嘅標杆。澳洲樓市走勢出現明顯分化，柏斯同布里斯本預計會上升，但悉尼同墨爾本就面臨下跌。柏斯升幅最大，達到 12.3%。現時樓價中位數突破110萬澳元，布里斯本就緊隨其後，上升 9.7%， 樓價中位數去到126萬澳元。相反，墨爾本樓價預計會跌 1.7%， 悉尼就跌 0.9%。分析員話出現咗一個兩極化嘅現象，大城市嘅借貸能力受壓，但區域首府就依然堅挺。柏斯同布里斯本嘅樓價中位數今年平均會上升大約5萬澳元。無視接連加息對南部首府城市嘅影響。弗蘭曼嘅升級球員艾美斯交出生涯最佳表現，射入5球，帶領船鼠以56分大炒西海岸。今場喺奧圖斯球場有54,000幾個球迷入場，最終比分係14-13對5-11。艾美斯仲創下球會紀錄，喺禁區入面接到9個波，
打破咗馬菲帕維奇之前創下嘅8個紀錄。呢場勝利延續咗弗蘭曼喺呢個打比戰嘅優勢。過去10場西岸打比入面贏咗9場，呢個結果令船鼠繼續排喺聯賽積分榜第2位，戰績係5勝1負，因為得失球差先至輸俾悉尼。弗蘭曼已經連贏5場，下場準備再下一城。各位觀眾晚安，以下為大家帶來一則令人期待嘅消息。拉丁週五夜 Latin Friday Nights 即將重返布里斯本市中心嘅 Redcliffe 廣場，活動由今個星期五晚開始，每個星期五晚7點至11點舉行，一直到2026年12月，入場完全免費，大家可以免費參加舞蹈班，聆聽現場 DJ 同品嘗美食車，盡情感受拉丁音樂同文化氣氛。即將舉行嘅日期包括4月24號、5月1號同5月8號。想參加嘅朋友記得預留時間。場地位於皇后街0號，全面無障礙，方便所有參加者。主辦方建議大家帶埋氈或墊，等你可以坐得舒服，盡情投入拉丁音樂同文化體驗。想知更多節目表同活動詳情，請瀏覽官方網站。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五夜晚。今日新聞撮要就到呢度。布里斯本天氣報告：大致天晴，氣溫15至25度，非常適合戶外活動。我哋聽日見。如果鍾意我哋嘅頻道，請留言、分享同訂閱，多謝。